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国情捌甲朋友探讨一句话，即我家己想的，讲做千丝万句写台湾，世情山水人生观。过去台湾的汉诗艺术，敢若记载台湾的历史共款。清朝时代，彰化县一个出名的诗人单条欣，伊去到鹿港看人中原庆赞，偌老练的，伊写做7言绝句，你甲听看卖。诗人心内有啥款的感想？讲剪彩彩妆事之间，大千会失即有难。世间不晓强饕餮，宁食残羹未虚餐。有难喷花，佛教的讲法。若咱民间讲庆赞中原，咱知影，都是因为木莲救母。木莲因阿母伫咧地甲饿几道，木莲有神通变出讲素食要互因阿母食，结果手伸出去到因阿母的面头前，煞化作一把火，遐食食拢无去。尾啊，木莲才对甲讲，咱啊救这所有这饿鬼，才举办有难喷花。来到台湾，咱讲做中原普渡。咱知哦，清朝时代单条欣去到鹿港看水陆清照，中原普渡，大家都已经办甲真繁华咯。这旗高啊，遮有菜，遐有菜，拢用绒啊布安尼搭起来，剪彩彩妆。尤其大千世界所有青草的拢探出来，就是要办有难喷花。毋过诗人心内感想啥款？伊讲啊，世间啊有真侪强饕餮，饕餮是过去流传一种奇形怪状的怪兽，是迄落羊仔的身躯，人的面。啊，即款的怪兽特别使食，特别爱食，所以毋则讲，咱对迄个足够食的人，有一句话讲叫做老饕。简单讲啦，讲你放眼看出去办甲遮青草，毋过吼，因路真侪乞食呢，真侪散鬼呢，真侪安尼春手要共分的呢。恁才好个人，宁食残羹未虚餐。宁食残羹，讲白话就是菜尾，就是已经要摒掉的。已经是遐要当作喷，要甲倒掉，甚至讲是遮凊饭凊菜，你毋分才会去食。啊，干那办这个有难喷花中原普渡，办甲遮热闹遮青草，所以在诗人呢，咱来看出来这个对比，啥物叫做善，啥物叫做恶，伊的心肝内有定定的感慨。